各位車手大家好，為大家介紹下5月27號星河汽車杯嘅比賽詳情。今年嘅雞車王好榮幸獲得星河汽車服務公司冠名贊助今次嘅星河汽車杯。分組方面都係有 100cc 同埋 80cc 組啦。100cc 就經已全面爆滿㗎啦。如果大家仲有興趣玩嘅就需要係去呢個候補名單度報名㗎。另外 80cc 仲有少量名額嘅。如果再多啲人我哋將會開兩組嘅 80cc。獎品方面今年嘅獎品非常豐富啊！星河汽車服務公司特別贊助咗一系列嘅豐富獎品俾大家，為大家介紹下先。每一組嘅冠亞季軍將會獲得偈友1桶啦。第4、5車都可以獲得打蠟服務1次㗎。另外如果你係第6至第10名嘅車手亦都可以獲得洗車券1張俾大家試一試星河汽車服務公司嘅服務㗎。星河汽車杯將會喺5月27號舉行嘅，約定大家到時見啦。